农产品生产啊太多，甚至到落太价，甚至无价嘅收息不是谈得到。前一阵咩强马家私放到无400元，农民规模改善。比草讨论农民阶级困境，伊哋客家后生嘅各种体成立为一只售书平台，伊能对华东省体查买唔起嘅农产品都推白，抽职工睇街路巷摆摊嘅现卖，会同企业团体来买，会去好人运通。希望大家向下屯农民听书，渡过难关。虽然也唔係對根本來解決嘅方法，不過伊能希望最少大部分民眾嘅聽書，先屯農民解決作為賣唔出去，日哋會過唔下去嘅問題。昨天下午采收的高丽菜，看看哦。前兩年的台北街巷，睇到賣高麗菜嘅很賣生，奇怪家條後生嘅因為會睇街路巷賣菜喏，原來係數到天時唔正常嘅影響，菜價變化大，農民拜託伊哋聽數買高麗菜，伊哋講也係好運通。我们毕竟都是城市小孩，然后就是比较乡下的农民，真的也会需要一些帮助。那我们就要想说抓出一些空档时间，一起去帮助别人。刚开始当然会有点害羞，对吧？那你觉得今天要卖的成果怎么样？感觉还蛮不错啦。就刚来就感觉很多人都在买，大家都很有爱心。有2个小颗，大颗1颗，2个小颗吗？看看喽，花莲的高丽菜。当它菜价跌价到没有利润的时候，其实大盘商不买来卖的这样，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志工帮忙，这是不可能在台北来做成这件事情。那因为志工的帮忙的关系，所以就可以把很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变成义工的方法来进行这样。可所以人對花蓮山體做嘢鬼差別嘢高麗菜，喺台北街巷變到搶市場用嘅，很賣生成功嘅上到高路人嘅注意，留錢出來賣。事實上唔單止賣高麗菜，前3日台灣強馬跌到出沒400元，花東小農幾萬公噸辛苦種出來嘅作物等輪嚟賣。自公媒體街路巷乃如去賣強馬，希望聽數花東農民。最近因為薑崩盤嘛。然後價格真的產地價真的太低，然後很多農民打電話來求救，那我們就一直在幫忙販售薑，幫忙協助銷售薑。各種體成立紅人會館售書平台，擔任志工喺台北街巷邊賣出一箱又一箱該難賣嘅農產品，希望莫再落價，做得有好價事。安尼聽說農民嘅行通，本總比對家條後生人該堅皮。去年1天甲2月當出價吼，其實從台東花蓮嘅啲農民來推銷嘅那個吼農產滯銷嘅農產品啦吼，因為啲吼，他們也很辛苦啊，賣也唔係講唔賣得錢吼，不過佢後生人吼，伊哋後生啊，伊哋後生人有安尼個精神吼，想愛為農民來服務吼，為農民嘅農產品來推銷吼，也真的這個我們是非常敬佩的哈。只想是幫助人家啦，品質也不錯，沒有錯，薑也看起來很好。OK， 看看哦，現在薑跟地瓜生產過剩，需要大家幫忙。不過紅人會館嘅疫情介入運通，提高程度未遇到簽到困難。雖然係聽數農民唔顧睇街路巷買農產品，但係本警察嚟看做係違規擺攤嘅，不是因為呢本警察嚟叫。我們沒有固定的場地，所以警察一來我們就得離開，所以我們是非常非常需要場地的，就希望大家如果有一個合適的場地，只要能停車，那我們的東西就可以到那邊來做一些銷售。對。
摆摊很卖当然生意越好越跳，我係講遇到千位碟算盤嘅家庭主婦見獨家，一啲後生嘅未奈唔好。哦，有些妈妈永远都嫌贵啊，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。我们不是菜贩呐，那如果他真的硬要把我们当菜贩，那对不起，你真的没有辦法接受。我的成本就是比一般中盤商還要高嘛，那我跟你講清楚，你沒辦法接受，那請你去菜市場買。喺強馬家私幾大嘅時節，為到打開強馬嘅用途，紅人飛官咩新聞嘅推廣強馬對人體保健嘅功能，比如講做強馬湯、啉強馬茶，也係喺母親節前，期盼用強馬進腳嘅運動。今年的姜是爆產，是盛產，生產過剩的狀況，價格很低廉，很低廉。何不用這時候用姜來慰勞媽媽，幫媽媽洗腳呢？就用洗腳來盡孝道，一方面又直接協助到花東的農民，整個台灣的姜農。紅人飛官嘅三線開闢傳染學校未大力支持，買1400件嘅姜馬，學生嘅發揮專長。本姜馬唔單止係健康天天，亦能研發嚟旗下種姜馬米線嘅糕點同飲料。因为那时候只听到说有就是姜农，然后要就是盛产太多，所以就是需要就是发太大量吧，然后就想说用姜然后来做一些饮料。因为一个好的厨师，他要了解到哪时候是一个出产什么。你们再想想看，如果现在有姜这么多的姜，那你如何去做一些的料理，然后顺便我们提供给民众就是说这些料理的一些配方，然后他们可以在家里面做。把姜从原本我们都觉得它是个配料，用的少少的，把它变成主要的食材，这样子直接让大家知道说，我買姜回去要幹嘛，這樣才能直接幫得到農民啦。喺介入行很賣，發通機關團體向下來買生產鐵道3賣唔出去嘅農產品，各種體希望等訴訟下位農民脫光危機。產銷是出問題的，可是現在我們其實沒有時間去討論到這一塊，因為這個是幫得上忙的。因為像我們玉米，我們就讓它從2塊錢升到30幾塊、20幾塊。可見我們這樣街頭的運動、街頭的活動，這樣的銷售是對農民直接有幫助的。生產過剩，需要大家幫忙。來看看哦，來看看哦，一起來幫助哦，來看看哦，花東生產過剩的姜。现采的高麗菜哦，大家來看看。你看看哦，花東的高麗菜，花蓮木瓜溪，昨天下午採收，需要大家幫忙，歡迎大家買姜買地瓜。農民用盡心力種出嘅新嘅結晶就唔耐抗，一啲好人對單純嘅消費者轉型，喺產銷之間扮演新角色，喺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，將會發揮韓國泰嘅影響力。